Hello，大家好，又係我 Alfred 用貼地理性角度同大家講愛情啦。人世間最令人辛苦嘅事，莫過於係無止境嘅等待啦。就好似愛情世界入邊等待有男仔追自己嘅過程一樣，而唔似得表白或者係分手，通常都會有個明顯嘅儀式俾你見得到。但係當自己未有人追嗰陣呢，就唔會有個人通知你呢個情況係幾時開始同埋幾時先完結㗎。而如果呢刻嘅你可能諗到個腦輕機都唔知道背後個原因嘅，咁有冇諗過可能係自己總係散發住某種唔統一甚至係混亂嘅氣場，令到異性主動同你接觸嗰陣，唔單止感覺唔到你係樂意同佢哋有進一步嘅交流，有時仲可能會有啲拒人於千里啦。嗱，因為人嘅雙眼都只係望到外邊嘅世界，反而對自己俾外界嘅印象啦，就實在知道得太少啦。咁今日呢條片啦，我就會同大家討論下3種令女性身上總係產生一啲奇怪氣場嘅思想模式，等你可以對自己呢一刻嘅情況有一個新角度去理解。嗱，好多女仔喺面對一啲初相識男仔嗰陣，點都會有啲怕醜嘅。不過大家可能冇特登去諗，怕醜嘅背後其實都係因為好介意對方點睇自己啫。而呢樣嘢都係人之常情嚟嘅。不過如果你因為某啲原因而太過介意男仔睇你嘅眼光嘅，可能就會令你產生好多激烈嘅情緒，好似係過分緊張同埋收怯，搞到你唔敢放開咁樣表達，甚至刻意收埋自己。而更差嘅係，同時間你會好想將自己內心不安嘅心情都隱藏。所以喺對方想同你溝通嘅過程入邊，如果遇到自己唔識反應嘅情況嗰陣，你就會有啲起槓，直接黑面或者串嘴回應，用嚟掩飾自己嘅忐忑。但係同時啦，亦都會令到個男仔睇唔到你本身都想好好咁同佢互相認識嘅諗法。而令到一個人會好介意人哋點睇嘅主要原因，最明顯當然就係缺乏自信心，好怕其他人會見到你嘅缺點啦。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其實同時都反映住你對於自己嘅優點身上有啲咩嘅特質可以吸引到異性，基本都係冇乜頭緒。如果係咁嘅，當你面對異性嗰陣，你嘅感覺就會好似冇着衫咁，赤裸裸俾對方睇穿晒你所有嘢，無論係好嘅定係壞嘅，而你亦都完全冇辦法去掌握你喺對方心入邊嘅印象究竟係點。嗱，可能你會講啦，啱啱分析嘅呢啲問題，其實你係一直都知道，但係每次想用力去控制自己嗰陣呢，最後都硬係做唔到，因為嗰種不安嘅情緒實在係太過強烈啦。每次當落到場對住個男仔嗰陣，就已經咩都諗唔到。嗱，其實呢個現象啦係好正常噶，因為我哋係好難強行咁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尤其係一啲好強烈嘅內心感覺，反而透過調節我哋對某類事情嘅睇法，仲會嚟得更加有效。所以如果你係因為太介意對方點睇而搞到綁手綁腳嘅，建議首先要多啲認識自己，多啲揾翻身上邊有嘅優點，同埋自己喺愛情呢個市場入邊嘅價值。男人最欣賞你嘅又會係咩呢？透過呢個過程建立翻更多對自己嘅肯定，相信呢一種情況啦就會慢慢改善噶啦。喺兩性關係入邊，女人都係寶嘅呢個格言，相信係大家由細被灌輸作為女性角色已經根深蒂固嘅一個核心概念。而按照呢一個概念再延伸落去嘅一連串思想模式，就係作為一個女人係要有矜持。就算你幾渴望拍拖都好啦，喺大家初相識階段，都千祈唔可以表現到流晒口水咁，反而係要喺個男仔面前扮到自己唔太在乎嘅態度，甚至當一齊咗之後啦，依然唔可以俾對方知道你有幾中意佢，自己心入邊嗰張底牌係絕對唔可以俾對方知道噶。你唔好彩啦！嗱，以上呢一啲約定俗成嘅行為準則，當然明白係為咗保障女性族群嘅利益啦。但係如果呢一類觀念去到過分強烈，而且係有某種執着嘅程度，咁反而會影響咗大家喺愛情世界入邊嘅利益。即係如果大家係想對方做主動，好落力咁去開拓雙方嘅關係，但另一方面我哋又總係擺出一副高高在上嘅態度嘅，咁似乎就真係有種違反呢一個宇宙法則嘅味道啦。尤其男人喺考慮係咪追一個女仔之前，對於自己有幾大嘅成功機會，係絕對會影響佢最後決定嘅一個重要因素。嗱，不過可能你會講啦，唔係喎，我見身邊有好多女仔都係用呢一種方法，都可以 lead 到個男人跟佢哋嘅劇本去行㗎喎。咁當然啦，喺呢一類方法之下，一定都會有唔少男人願意無限量咁為對方付出嘅，即係好似就算啲樓價再高都好啦，都總會有人願意花大部分嘅人生時間同金錢去做扭奴嘅。
不過問題就係，當面對住一座起碼觀感上唔係咁易攀登嘅大山嗰陣，又係咪每一個男人都願意為所有佢覺得有好感嘅女人去嘗試呢？相信大部分男人都未必有呢個決心啦。不過喺呢度亦唔係要求大家要即時放棄晒對男方嘅試煉，反而係建議大家要多啲去認識男人喺面對潛在拍拖對象嗰陣嘅心態，點樣先令到佢哋願意正式表態嘅方法。例如喺相識初期，點樣一步步吸引對方，同時了解翻唔同類型嘅男人，佢哋願意為追一個女仔所投放嘅程度，然後就住唔同對象，將某啲自己嘅標準適度咁調節。相比起只係一味捉緊某啲捍衛女性尊嚴嘅教條，以上嘅做法喺你物色對象嗰陣會更加有彈性，同埋更符合現實情況。正所謂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繩。愛情當然有佢甜蜜嘅一面啦，但如果有任何嘅波折出現，隨時都可以令我哋由天堂打落谷底。而當我哋經歷過幾次重大嘅傷害之後，喺再接觸新對象嗰陣，就自然會不由自主咁對所有嘢都會多幾分保留。無論係對同男方發展嘅期望，或者係情感應該投放幾多，內心都會有好多掙扎。因為當你每一次對未來有多啲憧憬嗰陣，都會牽動你過去嘅痛苦經歷。但係諷刺嘅係，有時你越怕受傷而綁手綁腳，反而越減低你成功嘅機會。因為對方不單止感覺唔到你對佢明顯開綠燈嘅信號，而更嚴重嘅係，我哋仲可能會不知不覺間隱約咁散發出對男性嘅怨恨。如果係咁嘅，大家都可以想象到，當我哋越帶住呢一種過分自我保護嘅狀態去揾男朋友嗰陣，就會越增加我哋失敗嘅次數，而每一次嘅唔成功，又會為我哋帶嚟更多嘅負能量，然後又連帶埋過去被傷害嘅經歷炒埋一碟，將嗰種喺渴望拍拖嘅同時，又對男人失望嘅兩極化情緒，推到一個更加嚴重嘅惡性循環。講到尾啦，其實就係自己喺不知不覺間轉咗牛角尖。嗱，可能你會覺得我講得有啲誇張啦，不過呢類情況偶爾都會出現喺我處理嘅個案入邊噶。咁如果想解決呢個問題嘅，我哋又可以點做啦？不如我又試下用個比喻，等大家去諗下。如果有個人佢本身係超中意玩滑翔降傘嘅，但因為之前出過幾次意外，令到佢受傷，跟住以後逢親有朋友再扭佢玩嗰陣，佢都扭扭擰擰。明明係好想去噶啦，但又怕再出意外，不斷質疑呢樣嘢嘅安全性，最終搞到大家好冇癮，以後就唔敢再約佢啦。咁若果你係當事人嘅其中一個朋友，你又可以點幫佢呢？最簡單會唔會係先了解翻自己過去出事嘅原因係乜嘢？會唔會係揾咗個唔負責任嘅教練？又或者自己有冇喺每一次意外之後主動反思整個過程，認識翻呢項活動本身存在嘅風險，然後針對性咁吸收有用嘅知識，等自己下次可以玩得安全啲呢？而除咗喺技巧方面要多啲鑽研之外，幫自己鍛煉一個更強大嘅心臟去面對人生嘅失敗同挫折，會唔會都係同樣重要嘅部分呢？嗱，了解晒以上3樣令女性散發出混亂氣場嘅成因之後，相信大家就會明白，即使發覺自己無人問津已經有好一段時間都好，亦都無需要因為咁而打擊自信嘅。因為有時就算我哋條件唔錯都好，當我哋未完全準備好向個世界開放嘅話，企喺男人角度，其實都會明顯見到有唔妥而唔敢再進一步。建議大家要細心揾翻問題根源，主動去處理，就算過程未必係一剔過搞掂都好啦，我哋都會慢慢見到改善嘅。咁今日嘅分享啦就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呢，請你都幫手喺下面撳個 like 同 share， 又或者你有任何睇法嘅，都歡迎你多啲留言支持下，我會繼續用理性同貼地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唔同嘅愛情現象。如果你想聽到啲我關於唔同話題嘅分享呢，就即刻訂閱同撳一撳個鐘仔，仲有記得多啲 CLS 啦，下次見，拜拜。我係 Alfred， 我係一個生命教練，同時亦都係一個催眠治療師。我嘅目標呢，就係幫助大家喺認識自己嘅過程裏邊呢，可以揾到一個真正屬於你嘅一個快樂嘅美麗嘅人生。